后来乡亲啊，土横平镇发生一件车祸，一个男子驶小货车，无注意到已经到红灯，也是继续弄过，结果撞到边啊一台当咧正外的轿车，甲轿车弄一个密密麻麻。啊，路边有5间的人家厝甲摊商，嘛拢着水，有5个人受伤。 车红灯已经大红灯，抑过这台小货车阵咧驶过，无拍算要动，明明是红灯，抑过伊无减速，直接去弄到边啊要正后的轿车，弄一个真正力，连路边监视器拢会害。轿车车壳零件喷甲满世界，佫去伤到路边5间人嘅厝甲摊伤。所以大早来的时候就看到，就在路口的时候看到那个满地都乱七八糟的，然后就是货车啊、警察那些都来了。幸好那天我晚了十几分钟来这边。 车祸发生伫昨昏桃园平镇区福旦路2段甲广泰路口，47岁姓陈查甫人驶小货车，敢若是无注意到已经红灯啊！这甲姓陈的驾驶驶的车受弄，救护人员赶到现场，小货车驾驶甲人客急着送医，轿车驾驶甲车顶2个人客拢有受伤，3人被送去病院了，拢无啥要紧。实际来到车祸现场，被弄到的摊商已经有封锁线，看对内底去。 厝内刀啊、甲菜篮弄一拢挡到塞外，落个满世界。前那个没有整理完毕，也不能做生意啊。你的有损害到吗？是稍微一点而已啊。经检测，双方酒车子均为0。至于详细肇事原因，警方正积极调查厘清当中。加在被弄到的店面当时无伫做生意，则无造成更较大的伤害。有关车祸原因甲肇事责任，这个需要警方进一步的调查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